下面第16个尊者啊，第一圣尊什么阿弥陀，居于须臾山王中，一千罗汉所围绕，双手奉护菩提塔，就捧护菩提塔，加持上师救助师，加持佛法变行身。那么说这里这个顶礼的尊者的对境是谁呢？也就是说这个阿弥陀尊者啊，就是阿弥陀尊者，就是在藏文当中呢，就是叫这个目犨巴，就是目犨巴是也叫做是这个无比者吧，就与他就是从智慧啊、戒律啊很多方面的话呢，就是无与伦比，就是没办法向他比较的，就是这样意思。但是在这个很多佛经当中呢，就是比较难找啊，就是后来呢，就是毗拉耶经里面啊，就是毗拉耶经里面的话呢，就是找到了，就是他在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毗宁突破啊，什么这个毗宁突破处啊，就是毗宁突破处，就是毗是毕业的毕，就是宁呢就是凝聚的凝吧，然后就是陀佛陀的陀，就是婆罗门的婆，然后处呢就插托，就是那个就是柱字旁那里插，就是旁边有个插那个，就是那么这位尊者，那么这位尊者，佛经当中就是说这个呢，就是比较容易找的，就是什么这个阿弥陀的话呢，就是阿弥陀应该梵文当中是阿弥陀，就是目犨巴，目犨巴是目是那个复定词，就是这样的话呢，应该是阿弥陀，但是呢一到这个中文的时候呢，就是很难找到，就是他经常呢就是住在这个须臾的上王啊，就是在藏地就是。所以这个藏地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如果见不到其他，应该是这个去就是找他，他有1000阿罗汉围绕，然后这个树里呢就是捧着这个菩提塔啊，就是菩提塔，这个好像汉传的、藏传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其他的有些阿罗汉的这个树上的标志呢，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就是但是这个呢就是应该就是汉传、藏传都是吧？应该是一样的。我在好像那天什么，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就是打的那个是特别长，就是然后我一边说一边我把这个藏族腾卡里面的汉族的那个阿罗汉都对了一遍，就是让他一直电话不放，我就说我就全部对了一遍。然后最后我的印象当中的话呢，应该是这个尊者的这个标志跟那个汉地和藏地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加持啊，就是上师长久住世，这个佛法就是心生于十方啊，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就是这位尊者的话呢，就是比较这个特殊，就是他本身呢，就是他是在印度，就身为这个富贵之家，那么后来呢，就他这个降生在人间的时候，也是他长得就是这个相貌啊，就非常的这个庄严。长大之后的话呢，就是特别爱这个布施，就是做了就是大量的这个布施。后来呢，就开始这个就不愿意就是待在这个世间当中，就是然后在佛面前就是开始这个出家啊，就是出家。当出家修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大悲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啊，就是他的这个在有些历史当中说呢，就是他是这个大悲心第一啊，就是说是这个在阿罗汉群体当中的话呢，就是佛陀就是说是这个他是这个大悲心第一。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本身这个佛经里面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他就什么这个比丘这个做一些神通就或者是实现神通的话呢，都不允许的啊，就是都不允许的。但是呢，就是他好几次的是这个出现一些这个神通啊，就是结果呢，就是佛陀的是并没有这个呵斥啊，就并没有这个呵斥。我记得有一个公案当中呢，就是说，就是他有一个这个外甥啊，就是这个什么阿弥陀啊，就是阿弥陀尊者呢，就是有一个外甥，就是这个外甥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原来是这个学外道的，然后呢，就后来就是他就劝他呢，就是这个学佛教，这个因为这个佛教呢，就是特别这个殊胜的，然后呢，就是他就
答应呢，就是学这个佛教的这个，然后就来这个一直上师的路途当中的话呢，就是被别人就现在我们的语言来讲是被别人就是绑架了，然后绑架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好像那个当时呢，就是应该是，怎么就是他有这个视线就是神通啊，就是视线就是神通呢，就是把他就是救出来了，就是救出来了以后，有一些比丘呢，就是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啊，就然后呢就开始这个佛陀就问他，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个以视线神通来救他？因为是你的这个外孙，就是所以是你救他的呢，还是有这个其他原因？然后呢，就是他说我不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亲戚就实现这个神通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实现神通的话呢，一方面就是外道呢，就是觉得是我们这个佛教啊，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呢，就是没有就是真实的这种正理，就是等等等，就是讲了很多道理之后的话呢，就是佛陀也已经这个开示了，就是这是有这么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牧童女啊，就是放牧的这个女人，然后呢就她有一次很苦恼，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在一个聚会当中的话呢，人们都穿着特别好看的这个衣服，然后那个她呢，就是因为特别贫穷的原因呢，就是自己没有穿漂亮的这个衣服，特别特别的痛苦，一直在哭。然后尊者这个问，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哭啊？他就说我因为前世没有这个福报啊，就今生当中就是穿不起很好的衣服。后来呢，就是尊者呢，就是开始这个用身边，就是给他幻化出特别好的这个好看的衣服，还有呢，就是什么璎珞啊，就是金子做成的很多很多的装饰品。然后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打扮，就是到那个聚会去了。聚会去的时候呢，就是国王的，就是看到他王宫里面都是没有那么好的衣服，然后没有好的这么好的这个金子，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开始寻找这个来源，结果呢，就是找到了这个尊者，就是然后呢，就国王就是问他，就是你这么多的这个金子和这么多的好看的衣服呢，就是从哪里拿来的？然后呢，就是当时尊者呢，就是拿一个棍棒，就开始，就是敲到这个地上，就是说是我是当时这些金子是这样拿来的。然后他一边敲的时候呢，就是出现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各方面的这个什么衣服啊，就黄金啊等等等，就是然后就是国王呢也得以这个就可以收复了，就是没办法，就是后来就是知道，还有一次的话呢，也是就是因为很多这个王子和一些国王呢，就是把这个大量的这个钱财就是七宝呢，就是供养这个僧众，然后僧众里面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汉地啊，有些特别富裕的寺院一样的，就是钱就开始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呢，有一群强盗呢，就是开始这个就眼光就是盯着这个钱财，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准备就是开始全部都是捆在一起，就是往外拉。往往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尊者通过神通来就是发现就是这些强盗，然后呢，就是他用他的这个身边呢，就是然后他们的诸位就全部变成就是一个特别高的这个墙啊，就是高的墙边，然后他们东西一拉上来的时候呢，就是外面就是出现就是围墙，就是然后把东西一放的时候呢就没有了，就是后来呢就是他们就反反复复几次，就是最后的话呢，就他们把这个东西呢就是没有拿成，就是自己就跑了。后来就是有些比丘呢也是佛陀面前告状，就是说是这次尊者又在开始现神通，就是然后佛陀呢就是又开始这个询问之后的话呢，就是他说我为了就是这个保护这个僧众的这个财产啊，就是所以这个实现神通的。后来就是佛陀呢就是也没有批评啊，就是也没有批评。等等等，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比较这个多吧，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僧者啊，就是这个神者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在藏地啊，就是在这个西域，我看西域伤亡中，西域伤亡是不是刚迪斯那边啊？就是可能是吧，刚迪斯有好多阿罗汉住在那里。可能现在尼泊尔的军队也是在住在那里，就是他们应该会得到很多加持。嗯嗯嗯。下面是就下面是我们还有这位尊者的话呢，就是他有个特点呢，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以前是好像就是什么样的，就是
就特别傲慢，就是他这个很多绅士都是特别，好像我们在这个基勒原文当中也有他的公案版，就是他就经常说这个苏陀罗，苏陀罗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低劣的这个众sinh啊。当他得到阿罗汉果位的时候的话呢，经常也是说，比如说刚才那个国王就是来的时候呢，就是在国王面前也是给国王也是说是苏陀罗，苏陀罗的话呢，就是他是在印度的这个四大众sinh当中啊，婆罗门众sinh啊，然后刹帝利众sinh啊，苏陀罗，苏陀罗是应该是最这个下贱的，所以他的给其他的这个女人也好，国王也好，很多面前的是这个苏陀罗，就是苏陀罗，苏陀罗，就是所以呢，他得到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就是也经常看不起别人，就经常口里面就是直接说苏陀罗什么什么什么，后来就是就经常也说是啊，对不起苏陀罗，就是他开始就。别人的这种称呼啊，别人的称呼呢，就是不是很恭敬的，就是所以后来佛陀都是特意就是也呵斥了他，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罪业的是让这个清净的话呢，你为什么这个还要五百世前面的就是这些这个语言呢？就你就难道就是还忏悔不尽吗？就是佛陀有特意就是呵斥过他的，从此之后呢，他就断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凡夫人的有些这个习气啊，就昨天我们商量的时候呢，有些人在这个对别人的称呼的时候呢，还要加一些什么这个大鼻子啊，就是小个子啊，就是一说这样，就让他们有些时候是这个不能说啊，就但是呢，一直这个可能有这个习气啊。凡夫人的话更不用说了，就是甚至你看阿罗汉呢，有时候是可能走路的时候也是因为前世的习气呢，就是跑一跑啊，说话的时候也是。我看到有个别的一些出家人都是说话特别大，就是这可能不是前世的习气，今世的习气，就是因为寄生当中以前是自己可能在不同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是可能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特别这个喧哗特别多，就是所以他到了寂静地方的时候，他觉得说哇哇哇哇哇，就好像不说大声的话，那就没办法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出家的群体当中也好，在家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这个习气呢，确实也很难改。但是呢，一定要改，就是完全改掉的话呢，就是像你看这个阿弥陀这个尊者的话呢，他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他还有语言的这个习气，经常呢就是有一些傲慢的这个语气呢，就是说别人是低贱中心啊，就是低贱中心。那更何况说是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以前的一些这个行为呢，一方面就是尤其是出家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应该说话要尽量的不要就是太大声，因为说话的这种有些声音是很刺耳的，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对，像这可能大城市里面不存在问题，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来来往往的这个人山人海当中的话，那说大也好，说小也好，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像我们学院一样，就是这样的寂静环境当中的话，那就是一个人的说话呢，就是影响很多人。比如说我们这个诸位的话呢，就是十几户，就是十几个参访，就是全部都是在闭关，就是一个人在那里说啊，你有没有牛粪买的？现在白菜多少钱呢？最近我们这里有没有电呢？就好多有些语言，就是对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些人呢，本来都是就好多这个修行人都是就是这样按住，就是然后一说是白菜多少钱呢，就是他就开始白菜，他原来是观想释迦牟尼佛，然后就别人的这个声音就是白菜就是直接就来了，然后他也开始就是白菜多少钱，我这样一会儿中午怎么想，所以就影响很多人，就是这样不好，就是所以还是大家也应该可以还是观修观想。我都有时候是路过的时候呢，有些人声音在课堂上说过很多次，但是确实是阿罗汉也是有时候不好改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些人的声音就是。比如说，就我前两天就是有两个尼宗啊，就是在那儿说话，就是我在背后就是慢慢，我们之间还是应该有大概起码有50米左右的，但是呢，他们说的所有的这些话呢，就是而且听得清清楚楚的，然后这样的话听了也可是对他们自己也不太很好的，就说的不知道就是什么，这样也可能还是影响很多人的这个修行啊，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在那个戒律当中的话呢，就是互相尤其在修行的时候，互相要说的时候，应该派这个素质，就是用这种来就是招呼别人，就是比如说你要就是大声的喂，就什么有时候是这个声音啊，就是影响很多人，周围的人就是如果一个人就是特别
爱说话，就是爱这个就是这种那么这样就是诸位的很安静的修行。有些人在背诵，有些人在念经，有些人在参禅，有些人在开始这个思维发意，就是有不同的人。但是一个人就是打断了旁边的很多人的这种这个善根，就是自己的可能是本身也是，就是这种人可能不是很就是爱这个学习啊，就是甚至有些人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吵架，就是当人这个吵架的时候呢，他就根本不顾及周围的人的心态，就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处于一种疯狂，或者是处于一种这个特殊的境界当中，就是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实现神通呢，就是他就根本不顾及旁边的人，就是所以希望大家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应该要考虑周围的人，就是你自己是看你自己吧，对吧？